各位家長、各位準家長，你哋好啊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零壓力就能夠令到小孩子學好英文嘅方法。咁咧，好多家長都會問啦，究竟小孩子幾多歲開始學英文好呢？咁以我嘅經驗嚟講咧，我屋企3個小朋友咧，其實喺未出世之前咧，就已經可以營造一個語境俾佢哋㗎。佢未識講嘢嗰陣時，已經可以令到佢哋去浸淫喺一個英文嘅環境。咁我啲小孩子未出世咧，我已經同我先生有個大膽嘅計劃，就係屋企咧就請一個菲律賓工人姐姐，咁佢只可以負責講英文，亦都將呢個計劃寫喺家規，大家都同意嘅。咁我丈夫咧淨係講廣東話，而我就講國語。咁小朋友喺2歲半左右咧，就已經係駕馭到呢3種語言。咁當中有少少小插曲出現嘅就係有少少菲律賓口音啦。咁但係好快都解決咗嘅。我哋就係令到孩子每日睇一啲英文平台嘅卡通片，幫孩子報讀一啲英文暢遊班、英文興趣班，增加佢哋英文嘅語境同埋改善佢英文嘅口音。咁4歲之後呢個問題都冇再出現啦。咁所以都係叫成功嘅。當然有啲家長屋企環境安排唔同啦，咁可以爸爸媽媽是但一方擔任英文溝通者咁樣，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喺語境方面有好大嘅進步㗎啦。咁除咗咁樣之外呢，有啲屋企人啦或者家庭太忙啦，冇時間同小朋友用英文溝通嘅，亦都可以咧考慮請一啲孩童陪伴師，令到孩童可以喺啲陪伴師身上學到英文啦，令到孩子可以好快咁接觸到英文嘅環境，而陪伴師都可以指導佢哋發音啊、讀古仔啊、講英文嘅各方面嘅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就小朋友學嘢好快嘅，好多成功案例都見到啦。只要一個小朋友咧，佢接觸到英文，講到流利英文咧，其餘佢屋企啲同伴啦或者兄弟姊妹咧，佢亦都好快咁樣喺呢個小朋友身上學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喺我好多成功案例當中啦，我一啲案例當中係包括英文啦、廣東話或者係國語啲陪伴師咧，已經可以好成功咧，幫啲小朋友咧，直情係好順利咁樣講到英文嘅。咁我嘅成功案例包括係啲1對1啦，或者1對多小朋友嘅孩童陪伴師啦，可以係英文啊，或者廣東話或者係國語嘅。咁如果大家對兒童陪伴師語文計劃有任何興趣，可以隨時聯絡我，了解更多。多謝各位。